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罗西亚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，2月16传出伫监狱内底死亡，所以民众是烧酒发起追思活动。结果煞互这个官方全部拢掠起来，32个城市当中上无掠有400个人。也那这个纳瓦尼的妈妈，伊甲政府讨后生的遗体，结果政府拄开始竟然讲这遗体找无，后来才解释讲是爱完成调查才会当。民众伫大使馆外口人行道放鲜花默哀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过身，真侪民众来悼念。那俄罗斯国内民众来到政治受害者纪念碑献花。俄罗斯自英国大使馆外口、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，拢有民众家己来悼念。也有人也普廷台人的家己制作的海报，怀疑纳瓦尼的死因无单纯。était là pour encourager les gens à sortir, encourager les gens à se faire entendre, à montrer leur engagement. Mais il faut savoir que la machine répressive et tout le système poutinien, depuis des années, a tout fait pour étouffer, pas seulement la contestation, mais pour étouffer tout engagement citoyen. 在德国慕尼黑开会 G7 7大工业国的外交部长，除了伫开会进前被挨1分钟对倒以外，也对纳瓦尼的死亡感觉生气。呼吁俄罗斯官方说明纳瓦尼伫狱中死亡的情形。因为俄罗斯境内行上街路哀悼纳瓦尼的民众，伫过程中一个互掠起来。全国32个城市至少有400人互掠起来。部分城市的纪念碑附近也有警察禁止民众献花悼念。 Нет, не удалось. Пришлось перед ними бросить эти цветы. У меня знакомые по дороге встретились. Они боятся репрессий, поэтому отдали мне свои букеты. 纳瓦尼的发言人亚米什讲，纳瓦尼69岁老母刘德米拉加入司官当地加附近的调查委员会办公室。 通通知纳瓦尼伫16下晡2点17分醒共死，向当局讨遗体时，予当局讲这个遗体失踪，尾也才解讲爱完成调查，才法度甲遗体领回去。公视新闻，但是东编译。